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今日嘅貓 race，不過係 under 屈着貓 race 喺水裏邊都玩啲貓 race 嘅形態。今日嘅主題就係要幫呢粒小波子跌落去終點。咁大家睇下條賽道，咁就睇下啲波子們救不救到它。呢個就係起點。咁我哋今日請男士嘉賓嚟嘅，咁我哋就開始睇我落波子啦。3、2、1，放波子啦！轉盤，撞硬撞，小波子跌咗落去，成功。跟住翻嘅時冇成功，然後因為推咗佢落去，所以呢一波子都成功。完全都是水，跟住啱就播放完畢。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，就按 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，多謝大家。